Goody，我係麥卡 friend 平啲嘅試食員，人稱金舌頭嘅牛彥斌。12年前嘅一套韓劇《來自星星的你》，女主角千頌伊掀起咗一股炸雞熱潮，喺澳門都開咗好幾間韓式炸雞店。不過今次我唔係試食韓式炸雞，而係另一條過江龍，嚟自台灣嘅半老爹炸雞。因為呢間連鎖炸雞店出名要等，但係竟然可以號稱台灣銷量 No.1， 真係有咁勁？我就唔係好信啦，所以我呢條金舌頭今次就親身嚟試下，究竟係真唔係真？睇下啲食評先，哇，9分以上嘅喎，有人話好味道又夠脆，有人話好食過 K 記同埋 M 記噃。不過呢啲都係人哋講嘅啫，未親身試過，我係唔會信嘅。喺澳門耐唔耐都有秒殺㗎，睇下先。咦，大滿足全家桶都只係79.9個啫，梗係買啦，唔好食都冇咁肉痛啊嘛。頭先去緊黑沙環店嗰陣時，心入邊諗上網睇台灣嗰啲連鎖分店嘅設計都幾鄉土下㗎。去到嘅時候，咦，呢度就係半老爹。雖然同其他分店一樣，都係沿用呢個品牌風格嘅紅白色，但喺設計方面一啲都唔鄉土，反而有幾分格調添。紅色嘅燈同黑白地磚係典型嘅美式餐廳風格，同呢個品牌嘅美式風味都幾夾嘅。雖然環境都唔錯，但係食嘢唔係食裝修噶嘛。依家我就去櫃台落單先。哥仔唔該，我買咗呢個套餐㗎。我哋係即點即炸㗎，所以要等20分鐘左右。要等成20分鐘，我就睇下究竟係唔係真係值得等咁耐。終於有得食啦！呢個大滿足全家桶有啲咩食呢？當然有主角炸雞啦，一共有9件；洋蔥圈一份有6件；香芋地瓜丸一份有4粒。另外仲有辣椒醬、茄汁同埋2包調味粉。睇陣容都夠3至4個人食，平均一件幾多錢呢？3得3，6得個6。炸雞平均每件6個7毫半，香芋地瓜丸平均每粒2個2，洋蔥圈平均每個1個4毫7。好嘢食最緊要係色香味俱全，呢類型嘅炸雞一般都係炸定先，或者預先炸好，有人落單嗰陣時再翻炸下，唔使點等。而呢度就標榜即點即炸，究竟有咩唔同呢？攞隻食下先，哇，辣辣，噴噴勁勁，再試多次先。真係好辣手噶！唔同嘅地方就係滾熱辣辣，可能因為即刻炸起，所以特別香。睇下個全家桶先，呢隻係雞上髀，都算大件。雞下髀，又係雞下髀。有一件大大件嘅雞上髀，呢隻係雞全翼。食香味方面，色同埋香都合格啦，但係最重要就係味道，究竟好唔好味？咬啖先知。好脆口喎，雖然唔係誇張到咩爆汁，但係呢係 juicy 嘅，保留到啲肉汁，雞肉都夠滑，唔怕乾柴鞋霎霎。試下啲洋蔥圈先，唔怕話有好多粉漿啦，不過不失。呢個香芋地瓜丸對我嚟講都幾特別，咬啖先。係用地瓜即係番薯蓉搓成皮，個餡係甜甜地嘅芋蓉。呢個甜品都幾有驚喜。總結一下先，2個字，好食。用秒殺價呢就更加係抵食。之前食過嚟自菲律賓嘅 J 記之後，就已經再冇食 K 記同埋 M 記，依家呢連 J 記都唔再食啦。唯一呢係要等得比較耐，但係呢我覺得係值得嘅。咁其實呢度就唔好當佢係快餐店，唔想等咁耐呢，其實係可以打電話或者係網上平台落單先，預好時間再去攞，咁就唔使等咯。半老爹而家喺台灣嘅加盟店有超過300間，喺內地、澳門同埋香港、東南亞以至北美都有加盟店。半老爹點解會成功都有啲故事嘅。咁呢話說老闆老爹呢本來係公務員嚟嘅，退休之後百無聊賴，無意中就接觸到賣炸雞呢行，咁就諗住同老婆賣下炸雞過下日神。但係其實呢佢哋從來都唔食炸雞嘅，於是就開始研究點樣整出最好食嘅炸雞。
做飲食好重要嘅一環就係要保持水準，所以佢哋經過不斷反覆嘗試之後，製作咗一套準確嘅流程。喺食材、炸雞用嘅油、醃料同埋炸粉方面都有一定嘅標準同埋配方。而最關鍵嘅就係改變咗傳統預先炸定嘅模式，做到即叫即整即炸。堅持如果要好食，就係要等。喺2008年，阿老爹就喺台中開咗佢嘅第一間美式炸雞店。之後喺加盟模式方面，阿老爹都有自己一套嘅諗法。一般嘅連鎖總店除咗收 credit card費之外，仲會靠供應原材料俾加盟店嚟賺錢，有時甚至賣得比市面仲要貴。佢認為咁樣只會令到加盟店唔想再做落去。而佢嘅做法就係降低加盟費，唔收權利金同埋唔提成，同時以接近入貨成本嘅價格將原材料賣俾加盟店。有人就會問，咁樣咪賺少好多？但係阿老爹咧就認為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整個加盟體系有機會持續落去。簡單嚟講就係有錢齊齊賺，搞到我都想加盟添。依家我就去揾阿老爹斟斟先，Goodie。